新聞報道員周慧。我外公係姓董，份 DNA 報告出咗啦。呢一票係代表 AKL，唔係你，你一定會投票俾方恩。董一言，你仲會有啲咩招數啊？星展多元化保險策劃前戲台慶劇《巨塔之後》，星期一晚8點半，翡翠台 TVB 台慶綜藝精彩陸續登場，專業貼地搶救全港漏水問題，全台明星重返校園，努力大激鬥，活到老玩到老，開拓眼界，keep 住探索世界，追星嘅天花板，直擊巨星舞台後嘅真實靈魂，熱血燃燒，好聲音浪接浪。追夢無極限，專題紀錄片再踏征途，深入高新科技一線現場，台慶大派對，全城熱烈狂歡 ！TVB 綜藝資訊熱浪，勢不可擋。係少少送俾我哋，都係我哋個拍拖禮物喎。佢話你有份用㗎，我有份用。頭先佢兩個唔通玩啊跟足間房？哇！乜原來素素隻手咁大㗎？佢兩個搞乜啊？黃道益活絡又正軒，愛回家之開心速遞，星期一晚8點，翡翠台。呢個係你嗌嘅 burger，用 Food Panda 嗌同一個慳高達120蚊，係咪抵啲好食啲啊？唔使擔心，培樂成人舒爽墊，極級乾爽，全入正味，高效益菌，用培樂無顧忌更盡情。培樂仲有舒爽褲，360度貼身唔現形，自在生活更盡情。瞓唔到，怕食藥，冇精神，用曹基促睡貼啦！貼於耳後，用家認同，有效改善睡眠質量，無需口服，一貼口眠，曹基促睡貼。發街完成康利，用低至26折換購美國製造，圖案繽紛嘅餐具系列，總共9款產品可以換，快啲向大家及旗下品牌門市換啦！全運會正式進入倒數階段，競賽項目即將展開，特許商品有得賣啦！而家仲有飛賣添，記得預留時間撲飛啊！15運會同殘鄧奧會嚟緊啊，一齊投入盛事熱潮，期待主場出擊。距離第15屆全運會開幕仲有21日。以上資訊係由下列客戶提供：中國移動香港。顧然人你想死，江如若係我女人。會放過佢，要我做咩都可以。江如若，你為咗佢，真係乜都願意做。咁我話俾你知，無論你做乜嘢，佢唔使知，有命離開呢度。微短劇《我本千金》27號起，星期1、2、3、5晚10點10，82台 TVB Plus。明珠台晚晚好戲陪住你，今晚蝙蝠俠夜神起義，聽晚生化危機之變種生還者，明珠台準時上映。以下節目含有間接宣傳。課題58位實習生分為控辯雙方將